到歌了那个调记那个流行歌的歌曲，现在要找帮助那个学习，要建立播放清单。那这个歌曲前面都有加井字号，在 YouTube 频道的社群发贴文，建立贴文发布贴文，然后有超连结，然后点按超连结。现在第14项偶然，点按超连结，你看，凡是那个影片有那个偶然前面加井字的，你看都会显示出来，整理出来，快速有效你看，影片资料库歌唱影片、歌曲影片资料库有的有歌曲，有的是音乐的伴唱那如何把那个歌曲加入播放清单呢？来点按荧幕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然后来第2项储存至播放清单，来勾选第2个有些到歌调记的歌曲整合，按完成。就这样加。